宜兰县总会乡大河滨区试验场一档会提供1000万的经费，予乡公所来当做补偿。也毋过最近修法要求讲，爱分300万，予头城区议会来使用，予总会乡的乡长是真不满哦，伊嘛向国军要来提出抗议。头城上海岸的船日03年被怀疑是因为大河滨区试验场试射炮拍到，才互船长为拿破一个坑。毋过国军调查了后认为，原因技术是水漏查甲炮无关系。毋过事件了后，当地渔民对滨区试验场的火炮试射有安全记录，这几年一直争取回归补助。这损失是蛮重的吼，因为就是讲做伊咧试炮的是，迄鱼群吼嘛拢会走去。过来是讲咱渔民吼，在海上作业时，那时候也都会有危险。渔民认为，冰市场火炮试射会影响渔民作业，也常常传出渔民伫海内高调被捕弹，有安全记录。而且每一摆火炮试射，渔民拢会配合，煞无看到国军回归。国军甲议会参详了后，决定修正国军训场无任工作要点，将每年补助总会乡公所1000万无任经费，分300万予头城区议会，所引起总会乡的反弹。我们现在也在拟一个类似抗议函呐，要先给他们做一个反应，让他们知道说地方上这个对这个事情非常不能接受。总会乡长指出，国军修改要点事前无甲地方充分沟通，伊无反对国军补助议会，毋过应该另外编预算，不应该透过减少原本每年予总会乡的补偿来分予议会，总会乡民无法度接受，已经向军方抗议。毋过到即马为止，还未摕到国防部的回应。公视新闻宜兰报道。